民众因为防疫关系，真侪时间拢踮伫厝里种一寡花草做伎俩，有一寡是通看水的，甚至会当食的菜色烹料，种起来也有无同款的美感。这阵啊，因为防疫，民众长时间踮伫厝内，亲手种花草嘛，真做消磨时间的好办法。尤其是会当修行的菜色、烹料类，真受欢迎。最近的话，可能比如说一些辛香料啊、辣椒啦、九层塔、香菜啦，或者一些葱。那尤其是最近香菜其实很贵，所以大家就是香菜最近超级受欢迎的。疫情除了影响民众的生活习惯，饮食习惯嘛出现变化，方便煮食的冷冻食品、加工品的需求增加。营养师提醒，爱搭配菜色果子。咱应该爱食较济是天然的物件啦吼，像蔬果吼。为什么讲拢讲这物件？因为天然的物件呢，伊本身的卡路里嘛无遐尼悬啦。同款鼓励哦吼，咱一定新鲜的青菜、水果吼，一定爱食。啊，咱一寡丰富的肉类，还是讲迄个蛋白质较悬的物件嘛，就爱食。林家清嘛表示，一日至少爱食2碗菜色，掺1碗果子的量，营养才会较匀。甜的甜的、高热量的食物嘛爱控制，建立良好的饮食习惯，才有健康的身体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